炒麵我會俾8分。咁甚至第二日嘅單程票價呢已經去到5位數字啦。Hello， 多謝大家收睇去邊都好，冇見大家差唔多2個月啦，真係好抱歉啊！今次呢會同大家一齊去飲茶，而影片嘅尾段呢會同大家傾下我2月28日撲機票去香港嘅情況，同埋近期一啲嘅感受。今日呢就嚟到曼城市中心呢一間中式餐廳飲茶。利物浦同埋 Warrington 都應該有分店嘅，咁而家係晏晝大約3點左右啦，人流唔算太多。咁佢有呢啲 order 啦。一碟炒飯或者炒麵加杯飲品呢，就係11.99，又或者一碟炒麵飯加個點心同埋飲品呢，就15.99。咁就要個salt and pepper 嘅 chicken 啦。Salt pepper chicken 好。OK， 跟住要咩飯？哦，佢呢啲係配飯嘅。係配飯。哦，咁要有咩飯？白飯、炒飯，仲要炒麵、薯條。炒麵啊？炒麵。OK 得。簡單講下有咩食啦，宮保雞、甜酸雞、椒鹽豆腐、泰式巴素炒牛肉、豆豉雞、馬三曼咖喱、牛肉烏冬麵等等。大家知啦，我用佢英文名譯嘅，咁如果我用慣常呢啲香港嘅食物名嘅話呢，大家嘅期望呢就會唔同咗噶啦。點心呢都係燒賣啊、餃子啊、辣雲吞啊、春卷嗰啲啦。餐廳格局整齊，環境乾淨。如果夜晚有呢啲霓虹光管呢，應該幾有氣氛㗎。咁一間餐廳呢，坐得舒服對我嚟講呢都重要嘅。好，thank you。Salt and pepper 椒鹽炒麵，個炒麵好似似地樣喎。似。係就咁望落去呢，佢嗰個炸雞都好乾身喎，炸得幾好。係咪氣炸鍋炸嘅？個炒麵呢亦都唔錯。係啊。煮麵沙啲。就係沙爹牛啊！個炒麵我會俾8分。呢個炒麵呢，食落去呢有鑊氣，少少焦香，少少油，真係幾好食啊，唔錯啊！咁佢個炸雞呢，因為我呢係屋企係冇氣炸鍋嘅，所以呢我食落去呢，如果係氣炸鍋呢，我個喉嚨會好唔舒服嘅。咁但我而家食咗呢個呢，我就覺得佢唔似係用氣炸鍋，因為你出街食都係用氣炸鍋嘅話呢，就好冇癮噶嘛，係咪先？但係個炒麵呢，有驚喜。我喺曼城食過幾間嘅炒麵啦，都唔係話好滿意嘅。係啊，呢間喜出望外咯。好似前呢飲茶啦，即係我喺香港飲茶啦，我覺得比較令我滿意嘅龍鬚炒麵、豉油皇炒麵啦，就係龍王啊！而家唔知香港仲有冇啦。以前有間酒樓叫龍王啊嘛，佢個豉油皇龍鬚炒麵好好食，炒得好乾身，好好食。而家呢間都唔錯，推介。點心就嚟咗啦，嚟齊啦，有餃子啦，咪有春卷啊。咁講下呢個先啦，沙爹牛肉，咁佢有得揀嘅，揀白飯又得，揀炒麵又得，同埋炒飯，咁我揀咗炒飯。然後佢呢個叫 Jimmy Satay， 咁啊呢個沙爹試下先，沙爹牛肉嘅份量呢，足夠嘅，都唔算少嘅。我都係咁講啦，你喺英國食牛肉呢，啲牛肉唔貴啊嘛，雖然都係貴咗下，但係其實都唔算貴。咁所以呢，你出街食牛肉呢，係唔會差到去邊㗎啦。呢個沙爹牛肉呢，正常發揮，炒飯呢就比較普通一啲。咁我自己暫時食過最深刻嘅炒飯呢，係香港屯門嘅鼎泰豐。哇！嗰個雞蛋炒飯呢，嗰個蛋飯香呢，真係想即刻隨意門返去食啊！咁我而家坐緊嘅梳化座位呢，都非常之舒適嘅。如果坐窗邊落地玻璃都有唔錯嘅景觀啦。我試下個春卷先，已經攤咗一陣食㗎啦。
好脆啊！咁佢唔係喼汁啦，佢係甜酸醬，炸得亦都好好啦。個皮咧又唔係話厚啦，唔知用邊隻春卷皮嘅，幾好喎！春卷 OK， 收貨。咁跟住就試下餃子啦。咁因為佢話，我問佢嘛，通常啲客人嗌咩就話餃子啦。我試下先。餃子就其實普通咗少少啦，都預咗。咁但係普通嘅豬肉餃子都，大家下次可以唔使嗌，因為餃子麻麻地。好啦，就係咁，因為淋晒啊。結論呢，我下次一定會再嚟食炒麵，15磅99嘅價錢合理。咁第二部分啦，我就會講下我2月28日戰時嘅第一日點樣撲機票，真係決定慢少少都買唔到㗎。大家記住睇埋佢啦。今日係3月4號，而家係呢曼城機場。農曆新年期間呢，我嘅親人嚟咗曼城，原本係搭2月28日班機返香港嘅，但係因為中東嘅戰事，所以班機呢取消咗。因為當日呢係戰事嘅第一日，所以好突發㗎。下晝呢，我喺 Media City 嘅 Nado 食緊飯，咁睇到通知話班機取消咗呢，即刻上 Apps 睇下啲機位嘅情況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咁已經全部得返30幾個鐘嘅機程機位㗎啦。咁甚至第二日嘅單程票價呢已經去到5位數字啦。咁當時都幾急㗎，因為佢要返去香港返工嘛。好彩呢，我習慣留住啲里數，有突發事件嘅時候呢，就可以用嚟換機票。點知今次呢，真係有機會用到啦，即刻上去睇下啦。啱啱好呢，有3月5日國泰嘅直航，機場稅呢1800幾。喂，你有反應啦，係咪先？真係手快有手慢冇㗎，嗰晚呢已經換唔到㗎啦，真係好彩啦。今日呢係2月14號情人節，2月17號呢就係大年初一啦。位於唐人街嘅新年市場呢已經人山人海啦。氣氛呢都非常之濃厚，我就趁住食飯嘅時間出嚟拍少少影片啦。當日呢有唱歌表演，又有各種嘅攤位。之後嗰幾日呢，仲有舞獅去唔同嘅商鋪，醒獅賀歲，寓意生意興隆，財源廣進。今年呢，我喺英國過新年啦。其實好多外國人對中國農曆新年嘅習俗，好似賀年食品啊、擺設、揮春呢，都好有興趣嘅。見到人人都好享受節日嘅氣氛，咁我都想講下自己少少嘅感受啦。如果有睇到影片尾段呢一度嘅觀眾，你哋係經歷緊低谷嘅時期，記住唔係你身在嘅地方有問題，而係世界上好多嘅地方呢都已經發生咗佢哋嘅問題。你要知道呢係有解決嘅方法，係有路行嘅。近期聽到朋友講佢哋身邊朋友發生嘅事啦，咁其實只要堅強加勇敢，一定捱得過㗎。本集嘅尾段呢，再一次向支持我訂閱我頻道，又或者有睇過冇訂閱嘅觀眾致歉。我呢2個月呢，實在太忙太攰，冇辦法更新到頻道嘅影片。講馬太系列呢，仲有3集未播，我自己嘅手機呢，拍影片呢已經爆晒容量啊，就係冇時間剪片，又想自己一手一腳配音旁白，又想同大家傾下偈。有幾位觀眾呢都有聯絡我，以為我有咩事。咁今個星期開始最少1個月2集啦。除咗講馬太系列呢，7月份我都會去日本東京。如果大家想我去邊度食嘢，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，等我安排下行程啦。咁如果未有留言嘅話呢，我都會揾好多餐廳去試嘅。希望大家睇得開心。下集講馬太篇第5集，曼谷見，拜拜。新鮮啦，我講咁多。唉，直接行到嚟呢個萬流酒店食呢個自助餐。好耐冇食過咁鮮甜嘅帶子啊，好正！佢又喺度食河馬。